83年我開始搞嘅時候，我唔係搞賽艇，我係搞獨木舟。都係一開始就已經係喺廣東隊噶咯，我開始係響廣東嘅肇慶一個業餘體啊。跟住幾時正式係做咗廣東隊嘅正式嘅廣東省隊嘅隊員咧？我係84年11月份做到廣都東。好快喎，即係83年開始，84年係啊，因為我師傅比較嚴。咁啊，喺做運動員嗰個期間咧，有啲乜嘢特別嘅成就？你覺得呢個係真係幾好嘅一個成就嚟㗎？咁樣咧？開始嘅時候咧，我出嚟嘅時候咧，主要係當時可能家庭啊各個方面，我哋係想搏出嚟一下，所以咧出嚟嘅時候我真係自己好努力㗎。所以我剛出嚟嘅時候，我就係諗住乜嘢都要靠我自己。人哋幫唔到我，包括到依家為止，我都要靠我自己，大部分去完成。雖然人哋可以幫你，但係仲要靠自己嘅努力。由省隊啦，咁就跟住之後就跳咗落去國家隊㗎咯喎。我84年入省隊，然後基本上87年9運會完咗以後，我就上國家隊啊。即係代表國家隊出戰世界賽啊，各方面嘅成績啦。咁有邊啲係比較突出啲嘅成績㗎？當陣時最突出嘅就係我哋88年第一次攞世界錦標，意大利米蘭攞世界錦標賽冠軍，當質素都在場。係咁係啊，一個好犀利一個嘅成績，因為即係呢個可以叫做係開展咗中國賽艇嘅一個歷史啦，係咪？即係之前從來冇話攞到一個女子隊，尤其是係攞到一個世界賽嘅金牌。咁其實喺嗰個比賽對你嚟講有啲咩意義咧？點講咧？我哋當時去嘅時候咧，即係從我哋平時訓練嘅成績，我哋教練就知道我哋可以攞冠軍，因為我哋點解咧？每次訓練嘅所有百分比成績，基本上係以世界第一為主嘅，所以當時我哋挖出嚟，佢就知道我哋可以攞世界錦標賽冠軍。所以我哋未離開中國之前咧，當時我哋喺北京嘅時候，就爬上嗰個無線電招待所嘅樓頂，影咗一張相。所以中國賽艇隊第一次攞冠軍發出嚟嘅4個人頭嘅相，就係喺國內嘅北京無線電招待所樓頂影嘅一張相。哇，好犀利啊！即是話係預知到一個成績，準備晒所有嘅功課，然後比賽，係呢個好犀利。咁完咗呢個比賽啦，咁當然喺國家隊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實際你係幾時開始？幾時係正式由國家隊退下落？我應該係91年世界錦標賽後，91年，因為我91年係攞到一次世界冠軍，完咗以後咧就係因為傷病，我就離開咗。當時因為個手嘅跟腱有傷，就出嚟手術，就離開咗國家隊。呢個亦都好可惜，好多時候都係成為咗好多精英嘅運動員一個退役嘅一個原因。對。咁其實完成咗呢個運動員嘅生涯啦，咁幾時你會話諗到係轉做一個嘅教練嘅咧？當時我轉教練係我從運動員直接轉到教練，就幫開始係帶二線嘅，即係帶啲啱啱入隊嗰啲。後嚟咧就去幫一線教練嘅手，做咗幾年以後，我先係自己出嚟獨立帶隊。其實都喺期間都完全冇離開過運動或者離開過賽艇呢件事。未離開過賽艇隊。一係就可能係教練，一係就可能係一啲嘅文職嘅工作都有啲時間做過。文職工作係後嚟我07年嘅時候，我就落嚟轉咗1年幾嘅文職，後嚟船艇基地嘅主任可能又叫我翻去帶。就我又係好似1005年嘅時候，我轉咗文職；07年嘅時候轉咗文職；05年全運會完咗以後，其實06年我就轉咗文職，但係07年年初佢又叫我翻去做教練。簡單嚟講就坐唔定啦，係嘛？即係都文書嘢都唔係我哋嘅
教練唔係我哋想做嘢嘅，係嘛？係即係始終都中意係同運動員一齊拼係嘛？即係呢樣係香港賽艇其實都有一段嘅好大段嘅時間同廣東隊都好密切嘅，即係我哋嘅隊員亦都好多時候翻國內同，尤其是係國家隊或者廣東隊一齊訓練啦。咁喺嗰班運動員之中，你有邊幾個係比較認識啲㗎？即係香港隊嗰方面。阿輝啊，何劍輝啦，以前我哋一齊響國家隊，佢成日上嚟同我哋一齊訓練嘅。去到即係2023年度嘅時候啦，咁相信紀寧教練啦，咁就即係其實都係香港一段時間啦。咁喺嗰段時間亦都即係當上咗香港嘅總教練啦。咁喺乜嘢嘅情況之下，佢又會揾咗你翻落嚟香港一齊教咧？吳紀寧揾我翻落嚟，當時我係喺國內退休，咁我有講我自己，吳紀寧話：你過嚟幫下我手啦，咁就幫我教下技術啦，幫我帶下隊協助一下，所以佢就叫我翻落嚟。我啱啱退休，佢又叫我翻嚟幫手。我話：反正自己又冇乜嘢嘢，自己又熱愛呢行，你又翻落嚟做咯，落到香港做。我依家做咗1年半，即係其實加埋23年亞運會過去幫手嗰1年，應該都差唔多2年。喺呢段期間咧，即係可能對嗰個賽艇訓練啊各方面嘅認知，可能都有少少嘅衝擊。即係因為落到嚟見到嘅一班運動員已經同國內嗰啲叫做好專業嘅運動員啦，可能嗰個嘅水準嗰方面或者表現方面都可能有啲唔同，或者性格啊，或者佢哋嗰個嘅對一啲事情嘅睇法都可能有啲唔同。咁你有冇乜嘢嘅感覺或者有咩諗法咁？即係我開始落到嚟咧，我就覺得香港啲細路仔咧自律性比較強啲，即係自覺訓練嗰種比國內嗰啲好好多。畢竟你話水平咧，我當時亦大過1線，亦大過2線，亦大過業餘訓練。但係總體嚟講，又唔係話香港話好差嗰種，都響中上嗰種，中上水平。你話好差，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差嘅，但係香港亦有突出嘅隊員，挖得幾好嘅。喺過去咁多年啦，即係作為運動員又好，或者做教練都好啦，咁其實你總會有啲人、有啲事，你會覺得我如果一提起賽艇，我就一定係諗起呢啲人、諗起呢啲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樣？喺人嗰方面，人方面咧，因為畢竟我應該好感謝係我師傅高永平，佢帶我哋出嚟。當時我哋何劍輝上去都係跟住佢一齊練嘅，所以我出嚟真係多得佢幫助，佢可以將我帶出嚟。係啊，高主任，高局啊，係啦，冇錯，越嚟越高係嘛？我識高敬平嘅時候，佢係教練，咁其實係一個好長一個嘅時間嘅一啲嘅我哋嘅朋友嘅關係啊，或者我相信阿三妹啊，或者仲有好幾位嘅即係廣東隊嘅老隊員啊，咁都係大家都好認識嘅，即係我真會好敬重高局，係啊，或者係佢嘅團隊去到帶住整個嘅廣東隊去到不斷咁突破，不斷咁樣去到爭取達到呢個國家水準，或者係甚至乎係世界水準咁樣。咁有冇乜嘢嘅事咧？你會覺得我都會好難忘嘅咁樣咧？難忘就係我哋88年攞世界錦標賽冠軍嘅時候，因為我哋係預知唔到嘅。當時出去比賽嘅時候咧，我最記得當時我哋挖出去，大家都唔識英文嘅時候，喺意大利，因為正好我哋個組係到比賽時間，我哋向上走嘅時候，可能因為有一條艇嘅器材問題，將我哋嘅場比賽推到後邊去，推到最後嗰場比賽。所以當時乜都唔識，其實我哋當時做運動員，大家年齡都比較細，砌到真係覺得嗰種思維能力冇依家嗰種人咁成熟，好天真嘅種。所以但係攞到冠軍以後，我哋又覺得好高興。即是話比較懵懂啲啦，係咪？係啊，即係出去比賽又唔識聽又唔識講，好多時候。對啊，即係根據計劃進行，只要有少少變化。再加上比賽途中又出現一啲嗰啲變動，我哋大家都唔識啊，係。但係期間，因為大家都有一顆心就去攞獎㗎啦，今次。對啊。所以到後來都爭取到，所以就好有。
所以我哋當時見人哋翻嚟，我哋又跟住一齊翻嚟，最後就師傅翻嚟話俾我哋知，我哋嗰場比賽推遲到最後一場。咁或者最後一樣嘢啦，咁就即係我哋落咗嚟一段時間，去到做教練啦。咁當然即係亦都接觸我哋叫港隊最高水準嗰班運動員亦有，但係亦都會即係都要去到接手一啲好新嘅運動員，甚至乎係新到可能連爬都未識爬嘅咁樣啦。咁如果當你啦遇到一個好新嘅運動員，有潛質又好，冇潛質都好啦，其實你會同佢哋講啲咩嘢咧？或者你會用乜嘢嘅方法去到教或者去到帶領呢啲咁嘅新嘅運動員咧？我會先俾佢有一種心理準備。賽艇唔係話好輕鬆嘅室內運動，但係賽艇係一種好辛苦、好辛苦嘅。我先會問下佢，你頂唔頂得順？即係如果你覺得我可以堅持得落嚟，我諗賽艇你一定會出成績。OK， 非常好。你係咁講嘅，好多唔係咁講嘅。OK， 好，咁我主要係呢啲嘢啦，咁就唔該晒三位先。唉，唔使咁客氣。